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呢排港股美股，全部輸到嗨嗨。咁我啲單係真係比較大嘅，股票始終某程度係要講估值嘅，即係你唔係純粹一個嘢你可以任吹就可以，譬如由100蚊升到1000蚊都得嘅，唔係。咁你要睇 cash flow 啊，因為其實你如果玩港股美股咧，就會有少少人格分裂，因為你如果用港股嗰套咧，你喺美股咧，你又未必咁好。點解美股咁好嘅？嗰陣我睇住美股，哇！點解個市場爭咁遠？Hello， 大家好，又嚟到師傅有請嘅時間，有我 Yumi 啦，身邊就有泡泡龍嘅龍哥。Hello，Hello Yumi， Hello Tiger， 各位觀眾大家好。不過我最近改名啦，我改名叫做蛋殼哥。嚇，點解？因為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哦，咁即係大家安樂晒。係啊，呢排港股美股，全部輸到嗨嗨。係啊，嗱喺我哋而家錄影嘅時間咧，就正值啦環球啦避險模式啟動啦，所以咧頭先你提到各類嘅資產啦嚇，普遍咧都係唔止下跌咁簡單，係暴跌嗰隻啦嚇。但係坦白講，即係我最初即係留意或者認識阿龍哥咧，或者蛋殼哥啦，蛋殼哥係啦，就的而且確喺社交媒體平台嗰度，咁就見你經常都會擺一啲係價值不菲嘅單出到嚟喎，咁就引起我嘅注意嘅。哇！你都真係好抌本下喎。係啊，其實我係全職投資者嚟㗎嘛，同埋我係即係靠股市賺錢啦。咁我啲單係真係比較大嘅，即係唔係大散戶啦，都係散戶大散戶啲咯。咁始終全職投資啊嘛，同埋冇工作收入，咁都係靠股票揾錢㗎啦。但係你係邊一種風格嘅投資者？因為我哋即係師傅有請啦，咁啊之前都訪問過唔同嘅嘉賓啦，有啲係比較進取型，有啲咧就係保本型，咁有啲係好專注喺某一類嘅資產嘅。點形容自己咧？我係進取型嘅，因為我自己嚴格嚟講，個人資產可能90%都係股票嘅。咁因為我投資咗好多年股票啦，咁比我中學生已經開始投資㗎啦。咁其實而家已經叫做一個中老啦，咁都投資咗好多，差唔多計埋都就嚟20年啦。咁所以對股票我比較有信心、有熟悉，同埋我真正自己覺得喺股票咁多年最尾揾到錢嘅，所以我比較有信心喺股市度，所以會擺啲錢喺大部分股市啊，同埋我個 style 係比較一個我成日形容叫中線投資者咯。咁簡單嚟講，即係我會 hold 啲股，可能係由幾個禮拜去到幾個月咯。但係就唔係長線投資者，即係我好少 hold 隻股係以年計嘅。係。咁係咪真係以睇圖嚟到去作為其中一個你點樣去判斷交易嘅指標？由現前開始咧就唔係嘅。我嚴格嚟講，我最開頭我真係學巴菲特嗰套，咁會睇間公司嘅價值啦，睇佢嘅 cash flow 啦，咁跟住就算而家都係去到基本面先出發，咁但係而家我會加埋技術分析，加埋圖嘅，因為坦白講我都係一個人啦，就算係資深投資者都好啦，都係一個人，所以有時都會睇錯，包括基本面都會睇錯，或者一個市場有時唔係你話你覺得呢間公司好就係一定升咯，調翻轉你咁個圖啦或者技術分析就係代表緊市場。起碼唔係短線呢個資金嘅一個態度咯，同你咁你要諗下，同你個諗法係咪一致啊？理論上，譬如你簡單嚟講，你睇好一間公司，咁佢個股價升應該係升緊，或者沿住，就算唔好話升，都要平穩地慢慢向上嘅。理論上唔應該係行緊一個大跌浪嘅，咁就一定有問題出現啦，即係有衝突。咁到時咪自己再翻out究竟真係市場可能喺有咩諗緊咩咯？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就諗緊了解緊市場諗緊咩，咁同你嘅諗法有冇出入，咁再得出一個結論咯。嗱，我哋咧就一齊就係去諗下市場而家諗緊咩。咁我哋節目開頭講啊嘛，錄影嘅呢一刻，咁因為環球啦嚇就關注翻嗰個地緣局勢，尤其是咧就係中美之間個貿易嘅情緒啦嚇。咁喺我哋錄影嘅呢一個時刻咧，就未去到 APEC 嘅，月底先至係 APEC 啊嘛。不過特朗普已經講到明啦，未必咧就會即係中美兩國元首啦嚇見得成面㗎啦。好反覆啊！係啊，而喺呢個時間咧，亦都傳出啦嚇，可能會再度出招啦，美國嚇，咁令到咧就係呢個憂慮啦，又再度升溫咁樣啦嚇。好，點樣判斷嗰個情緒咧？以往咧市場咧係認為會 tackle，
即係咧，你阿 Trump，即係你都係大下人嘅啫，一講嘢嘅時候咁啊，會唔會係大家買入嘅時機？然之後咧，佢隔兩日佢就會 tackle 㗎啦，又會講翻啲好嘢。但係好似今次咧，完全係冇咩呢個嘅作用。咁所以係咪？咦，見 tackle 唔成功啦，咁所以市場就真正個恐慌出現咗。我嘅睇法係所謂嘅 tackle 其實今次都有少少，但係冇前幾次咁明顯。原因咧，其實講到歸根究底，原因就係跌得多唔多。因為4月大跌市啦，因為第一次佢發動叫貿易戰，咁就市場好驚。包括嗰陣我都 concern 緊，究竟佢係咪玩大咗或者玩火？咁最尾證實咗，其實佢都係真係 tackle 啦。咁原來佢又再舒緩翻，咁啊做好多嘢。咁後面佢再每次講嘢咧都少跌之後，但係市場已經開始知道佢份人係 tackle 啦。所以每次佢基本上跌一跌就升翻啦。咁去到星期我哋上次佢再我形容叫貿易戰2.0咧，因為佢真正好少有叫做咁嚴厲咁啊講中國啦。咁嗰次係第2.0，咁個市亦都俾佢嚇一嚇嘅當日，咁大跌得都好多嘅。其實而家你睇翻我哋錄影嗰日啦，其實納指個圖已經收復翻嗰次大跌㗎啦。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已經有 tackle， 只不過冇之前跌得咁多，所以又都冇升得咁明顯咁解。我覺得係有 tackle 出現嘅，但係咧。始終歸根究底就係因為個股價本身股市真係尤其是由4月底咧都升咗好多好多。咁咧股票始終某程度係要講估值嘅，即係你唔係純粹一個嘢你可以任吹就可以，譬如由100蚊升到1000蚊都得嘅，唔係。咁你要睇 cash flow 啊，睇 PE 啊，或者 whatever 睇一啲企業盈利。咁就我覺得就因為升得太多，其實好多時我哋了解啲股價升跌嘅背後，好多時就係因為升得太多或者跌得太多，而調翻轉有個相反嘅邏輯咯。所以我覺得係有 tackle 嘅。好啦，咁至於我哋就先講咗港股先啦嚇。港股呢邊係咪都面對住差唔多嘅情況？不過就係估值上面嘅問題，好多嗰啲嘅股份啦嚇都急升，咁以至呢個估值又拉高嚇。咁所以就都觀望住究竟即係業績期咁啊，之前都過咗啦嚇，咁都有即係大家已經篩選過一類嘅股票，但係咧亦都係玩一個題材，玩一個故事性嘅。所以當一個恐慌情緒蔓延去到環球嘅時候咧，就出現咁大嘅跌幅咧？我覺得其實而家嚴格嚟講，算唔算係好恐慌？我自己睇法其實未算係好恐慌嘅，但係因為咧，始終今年經歷咗由1月去到10月，其實經歷咗好多升咗好多，包括美股、港股啊，甚至乎用 crypto 計，其實用年頭計都有升。咁黃金啊，仲係升得勁啦。咁係需要一個調整嘅。咁啱咧，呢排啲氣氛開始真係明顯喺10月就轉差，包括中美呢個貿易戰啦，即美國政府停擺啦。咁港股呢 part 亦都其實本身因為大家都知今次港股升市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就係因為資金啦、北水啦。咁而北水我成日都覺得北水有個非常之唔好啊！佢哋係冇乜長線投資嗰 part，佢哋咧一唔對路，真係可以同你講走人就走人。即係你之前可能譬如 let's say 你中芯國際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中芯國際其中炒個原因就係因為國家製造啦，咁啲所有單都俾晒佢啦，包括前排巴巴吹到啲單都俾佢啦。咁佢就可以由升到由50-60蚊一日升到90蚊嘅，咁就係呢個故事。咁譬如呢排一轉跌一弱，即係可以去翻70蚊左右。咁即係其實啲北水佢哋走嗰陣咧，佢哋係大家一走就即係一齊走嘅，一入就一齊入，變咗佢個我成日都講嘅佢個咁樣難度增加，令變相增加咗投資者嗰個叫做操作嗰個技巧要更加強。即係你唔係好似美股相對上你慢慢升慢慢跌，一般嚟講啦嚇，大嘅股佢通常慢慢升慢慢跌，咁佢升又咪升一日，跌又咪跌一日。但係咧中芯嗰啲咧，佢一嘢湧落去，一日升10%，搞到你追又唔係。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譬如嗰陣包括我都知道就係話。係啦，啲單一定俾晒中芯㗎啦，咁一定係要買佢。但係佢同你講一日升10%，你仲咁諗咪追咯？即係難度增加咗咯，變咗你話如果嗰日升2-3%，咁我追得就會好舒服啦。咁佢一日升咗10%，你唔知第日會唔會我一追，尤其是港股前幾年大家知啦，一追就 high 就 high， 佢真係可以一追完第二日同你跌翻晒。佢真係試過前2年我都仲有玩港股，可能升10%好消息，一追第二日佢可以跌翻10%。咁你無啦啦淨係咁樣，你追完又無啦啦輸數，咁又會驚咯。呢個始終港股嗰個生態佢未到美股咁穩定，我自己覺得。尤其是歷史上話俾你聽，佢係好有機會可以跌得好勁嘅，比起美股，即係升又冇升得咁快。咁變咗
我自己簡單講，我覺得港股嗰個操作難度或者佢對投資者嘅友善程度係低啲嘅，相對上係啊。所以好多人都話咧，港股就 A 股化咗，因為你睇翻過去啦嚇，A 股即係嗰幾輪嘅牛市咧，其實都係咁快、咁快速嘅操作。所以你頭先咪話哦，最緊要就係要了解市場諗乜咧。我哋除咗了解市場諗乜之餘，係咪都要適應翻嗰個市場啊？即係嗰個即係我講港股啦，定 A 股化嘅話，就要適應翻呢個生態啊。係啊，我成日都講咧，金浪其實佢簡單講咧，我哋阿毛主席講一句説話就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其實你係越大膽越進取咧，喺呢一浪係賺得越多嘅。當然你要識走。我就自己，因為其實你如果玩港股美股咧，就會有少少人格分裂，因為你如果用港股嗰套咧，你喺美股咧，你就未必咁好。調翻轉喺美股嗰套，港股又未必 work 嘅。因為我就係驚咧，我相對就有啲驚，我就唔係好夠膽咁追。咁所以反而港股最近嗰一浪嘅升浪，我係冇乜太大受惠嘅，就係因為學我話齋，就係嗰開話自己問題，就係你唔夠適應 A 股化。A 股化就係急升急跌，你就要搏呢樣。咁但係難度在於，譬如你話啊，咁你急升完，其實每次大牛市或者一隻牛股，其實佢都會跌嘅。咁你點樣去判斷？你最難變咗你最難嘅難點就係你點知佢今次跌係調整完再上啊，定係佢今次真係見頂回落咧？譬如而家咁啦，我哋身處喺今日啦，港股好多股都回咗落嚟啦。譬如中心頭先講，可能接近90蚊回到而家7字頭啦。咁究竟係呢個佢牛完跌落嚟啊，定係真係見咗頂？即係牛完跌落嚟再上啊，定係見咗頂咧？即係因為你急升急跌就係難度喺度，一做錯個 decision making 咧，就嗰個回報咧就已經爭好遠咯。呢個就係變咗，雖然適應還適應，變咗佢嘅難易度，可能我當美股係中，佢就係高或者難咯。咁你難，我只係咁講，我只係咁講難咯，係你要知道要適應，但係你未必過到關咯。你講到好似咧，即係大家喺港股市場都要火中取栗咁樣。係難度係個今年已經易咗㗎啦，前2年就真係火中取栗啦，前2年地獄啊。係啊。但係啦，去到而家有冇話港股就調整咗一段嘅時間之後，有邊啲嘅板塊或者概念啦你會留意咧，或者係等佢回落嚟嘅時候，你就開始個膽又強大翻啦，嚟到搏入去咧。嗱，其實咧港股即係大家都知道，金浪升浪主題都係科技、機器人同埋國產芯片，最主要呢3 part 啦，最主要呢3 part。咁我自己咧，其實機器人咧，我先講芯片，芯片其實我就唔係咁有信心去買，原因唔係我唔覺得呢個產業好，係大家都知好。其實由第一次制裁中芯之後，大家都知道啲中國啲所有單咧都會俾晒中芯嗰啲嘅，咁變咗其實我直播自己都有講，就係其實佢已經 price 先咗，本身未升之前已經 price 先咗好多，呢啲嘢預期已經知㗎啦。只不過今次再叫做貿易戰之後，大家又再重燃咗大家呢個叫情緒或者呢個諗法，就係喎啲單都係會俾咁。啲錢就自然湧晒中芯嗰啲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呢樣嘢本身已經 price 先晒好多噶啦，反而我就特別睇好科技，因為科技呢 part 本身係尤其巴巴帶動嘅科技，我覺得係特別有睇頭，因為前幾年其實冇炒過科技嘅，前兩年係今年特別明顯咯，由上年叫下半年9月10月開始啦，去到今年先開始科技，同埋科技有個好處就係佢美股都係嘅，就係佢有少少同大環境未必太大關係，因為大家都知中國經濟而家係一般般，其實傳統經濟係比較實體經濟或者咁講都幾辛苦嘅，但係科技譬如巴巴嗰啲，佢係有能力去創造一啲食人哋 market share 又好啦，出海又好啦，佢出海都做緊啦，咁又或者食人哋 market share 又好，佢係可以領先或者叫做好過成個實體經濟好多，所以我自己係特別睇好科技。譬如機器人個 part，我反而咧就有啲驚，因為機器人太長遠。佢大家都知道機器人呢一 part 未來幾年係會越高增長，呢個係冇錯嘅。但係要小心一樣嘢就係炒得太勁，因為我都睇過新聞就係人形機器人好似由前排我都唔記得咗，總之可能成萬或者乜嘢一跌翻落嚟幾千，即係佢有機會係炒得太高，又係因為嗰句咧佢 price 先咗太多，大家都知道佢會高增長，但係究竟佢高增長嘅背後可唔可以帶嚟高利潤，或者收入高咗之後會唔會利潤？因為其實中國嘅最大問題另一個點就係佢競爭都好激烈。機器人呢一 part 咧又唔係一間做緊，所以相對上我對科技會有啲信心。譬如巴巴嗰啲咧，其實佢個護城河係勁好多，即係相對上，即係我除咗會揀科技揀行業之外，我仲會睇一睇間公司咧。譬如你話巴巴、騰訊嗰啲，其實冇乜邊個可以打得贏佢哋，即係相對上，所以呢啲就會你唔係好太驚內卷咯，係啦，同埋有出海概念咯。
同埋咧，你話好似都唔係好受嗰個宏觀嘅局勢影響咧。我哋以中美之間嘅經貿關係啦，嚟到去做個例子咁樣啦，同埋用阿里巴巴做個例子咁樣啦。好，咁就算咧 ban 咗Nvidia 外國嗰啲嘅晶片都好，咁都會話咪用翻國產嘅晶片咯嚇。咁阿里巴巴都會升，跟住咧就話唔係喎，最近好似啲緩和嘅跡象喎，咁有傳聞係啦，傳聞可以用得翻，可以買到 Nvidia 嗰啲晶片喎，又升。係啦，呢個就係你揀，呢個就係揀個股揀得啱咯。即係如果你譬如你揀啲傳統經濟或者乜嘢，你會發覺貿易戰佢會跌嘅。咁如果市升，佢又未必升得最勁喎。呢個就係揀個股我哋嗰啲 alpha 能力咯。係啊，我覺得即係你呢個講得好好啊。即係我覺得所以點解咧？呢一浪嘅龍頭，我而家到自己都持有嘅啫，就係巴巴，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喺呢個位係應該要持有，或者覺得係值得睇好咯。所以阿里巴巴同埋騰訊咧，就係你喺港股嗰個膽嚟㗎啦。騰訊我冇做膽，但係我覺得騰訊，因為騰訊咧，我哋簡單講講騰訊，我覺得騰訊就係因為太勁到佢本身市場即係我哋講投資係講預期，佢本身大家都會知佢太勁，佢個本身你知微信又冇人打得爛啦，咁佢個遊戲啦，佢包括遊戲平台又係靠佢，即係佢本身自己嘅市場已經冇對手㗎啦，所以咧個估值上或者個盈利上已經係咁上下㗎啦。但係巴巴反而點解會買巴巴就因為佢有增長空間，因為大家都知佢由300蚊跌到最低60幾，其實騰訊冇跌得咁誇張相對上。咁而騰訊亦都係第一浪升翻上，而家最高600幾啦，已經差唔多去翻最高位，仲爭少少嘅啫。但係巴巴其實從離高位爭好遠。咁當然因為佢有自己情況，佢就係因為包括淘寶啊嗰啲都有競爭啦。但係因為佢個彈性大，佢個改善嗰個空間、想像空間仲大，同埋咧騰訊有個比較唔好嘅地方就係佢出海做好似暫時做唔到啲乜嘢。但係反而巴巴出海，譬如阿里雲嗰啲咧，或者佢未來嗰個電商嗰 part 仲有啲睇頭。當然唔知最尾做唔做得起，但係相對上騰訊就國內就差唔多無敵，但係喺國外咧就少咗啲空間。而呢1-2年大家有內卷嘅情況，其實你會發覺無論北水又好或者外資又好，都好一聽到內卷都好驚嘅。譬如我今年即係講開，比亞迪一講落減價即刻大跌啦。淘寶啊、美團嗰啲打仗咧，由美團即刻大跌，因為內卷啊嘛。咁反而你有出海概念，譬如而家都跌緊嘅泡泡啊，即係之前佢就出海概念啦。咁呢啲全部可以升得好勁，因為全世界即係中國嘅競爭，坦白講太勁，中國人太勁。咁所以我反而係覺得巴巴嗰個彈性空間會大啲。騰訊係睇好，但係對我嚟講啦，即係兩者揀一個，喺呢個位我會揀巴巴，係就係搏佢上升空間大啲咯。好啦，咁喺港股嗰度咧，即係除咗係揾一啲增長型嘅股份之外啦你點樣去控制嗰個嘅風險咧？我自己譬如我覺得港股咧，即係講開咧，港股我覺得喺收息嗰方面咧，其實係世界第一咁滯。因為美股大家知，如果收息咧有俾股息稅3成啦，呢個第一點啦。第二，美股本身啲企業都好 prefer 嗰啲用回購，因為亦都因為佢要俾股息稅嗰方面咧，佢哋好 prefer 用回購代替咗派息嚟回饋股東啦。但係喺中國或者香港咧就會好相反，就係嗰啲央企啊、大企好中意派息，因為佢哋一嚟真係實在俾母公司要錢，佢哋又唔使減持股權啦。咁所以二嚟咧就係而家中國，譬如你要就算中移動升咗咁多啦，佢而家都仲有5-6厘息。其實你用收息嘅角度係即係比起定期咧，而家定期好低啫嘛，咁就會好好多。所以我自己覺得港股咧，如果大家即係想平衡風險咧，其實仲有一部分你真係要當，但係我覺得心態上你要當定期咁睇，買啲央企啊、國企，同埋最好就分散啲。最好買龍頭分散，譬如中移動啊、中海油啊、中電信，再楞住譬如神華啦，即係最好就平衡下風險，咁就唔使太驚。尤其是油啦，油我覺得大家要小心，就係油價都會波動嘅。雖然中海油我知道好穩陣好勁，但係當油價跌，佢其實盈利都會跌，佢派息有機會都會跌。咁就最好你楞翻啲平衡下，譬如楞啲煤啦，真係神華。所以點解我覺得我會講話你要平衡下，或者買啲 ETF 咯，即係楞住平衡風險。因為你收息其實目標理論上你係要保本加賺息，理論上你唔係諗住資產大增值嘅。真資產大增值頭先講啦，就要楞住啲頭先我哋講嘅，譬如巴巴靠巴巴去進攻。咁我自己就82，因為我進取啲，因為我貼市啊嘛，我係一個全職投資者，我日日都望住個市。咁如果譬如我覺得唔對路嘅，我就會可能減啲進取嘅股。咁可能如果我覺得係大熊市，即係譬如可能港股22年嗰啲咧，大家知大熊市，咁嗰陣我就會我嗰陣全倉買中移動嘅。
嗰個年代就咁係啦。咁但係而家好明顯 so far 嚟講，我無論港股又好美股又好，我都唔覺得係一個熊市嘅。咁就係要進取啲，爭取高回報。咁但係如果你話比較忙嘅人士，或者你哋睇下自己個風險取態係保守啲啊。如果保守啲，咪買多啲收息股。咁又或者你哋會唔會睇下買啲債啊，或者多啲樓啊定期？呢個就係始終我哋所講嘅風險取態啦 correlation 唔同咯。咁如果譬如好似我咁樣好多錢喺股票嘅，咁你亦都可以再試睇一睇係咪擺多錢喺收息嗰 part 咯。我知你個倉啦嚇，大部分都係股票啦。咁但係有冇話港股同埋美股嘅比例咧會各佔幾多？頭先你就透露過喺港股嗰 part 咧嚇，咁就增長就係佔8成，跟住2成就係嗰啲收息啊嘛嚇。咁如果係港股同埋美股咁樣去睇咧？嗱，我今年咧其實做咗一個實驗嘅，因為好搞笑，我咧現前咧就100% 港股，因為我做玩港股起家嘅，亦都係坦白講，我靠股票真係賺大錢都係靠港股嗰陣。咁去到21年開始，22年大家知道就係政府打壓科技股共同富裕之後咧，股市其實就跌咗唔少嘅。咁嗰陣我就開始發覺，點解美股咁好嘅？嗰陣美股都係跌咗22年之後就反彈啦，23年開始反彈。嗰陣我睇住美股，哇！點解個市場爭咁遠？咁嗰陣開始 study 美股去買美股。咁而家23年、24年我主力都係美股。咁去到24年9月10日，我見到港股開始好啦，咁始終都係自己加啦，亦都係熟悉啦，咁所以我就今年都將好多錢擺翻喺港股，佢就可能嗰陣中間我曾經5過嘅，咁結果就係我嘅美股倉去到今日為止都係做得好過港股好多嘅，咁所以我最近會將港股啲某部分錢轉去美股，咁我而家可能係82至73之間啦，美股多啲嘅，係啦。所以咧，想知佢美股方面咩心水啦？係啊，龍哥嘛嚇，有啲咩心水嘅話？蛋殼哥而家係，你美股應該未去到蛋殼啩？咁所以咧就記得留意我哋下一集嘅師傅有請，咁就會繼續啦，同阿蛋殼哥咁啊傾下咧美股啦，同埋我知你都有 trade 金嘅，所以對於金價嗰個嘅趨勢啲咩睇法咧，留翻下集再講。咁大家啲咩意見嘅話，可以留言話俾我哋知啦，同埋記得就係訂閱我哋老虎證券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